首先係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洗手間，佢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。廚房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，或者欣賞到內園嘅景觀。房間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左手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對住嘅景觀係望到外園同埋遠處嘅山景。